大家好，你們是否曾感覺生活陷入困境？當你突然失去工作，面臨經濟困難，或因家庭問題心碎時，你會想：現在該怎麼辦？聖經列王紀下第8章中的書念婦人，因饑荒不得不放棄一切離開她的房屋、土地、穩定的生活，一切都面臨失去的危險。然而，她相信了神人以利沙的忠告，去了非利士地。7年後，當她回來時，令人驚訝的是，她重新獲得了所有失去的財產。如何做到的？因為以利沙的神蹟傳到了王那裡，王幫助他伸張了正義。這段經文不僅僅是關於找回財產的故事，這是神的手在我們絕望中仍在做工的證據。這個書念婦人的故事在耶穌基督裡以更宏大的途徑得以實現。聖經說，耶穌來是為了解決我們終極的危機、罪和死亡的問題。我們都在生活中經歷失去、破碎和崩潰的時刻。當我們缺錢、人際關係出問題，甚至忘記自己是誰的時候，耶穌在十字架上承擔了我們的罪，並透過他的復活賜予我們新生命。就像書念婦人找回了她失去的房屋和土地一樣，耶穌恢復了我們失去的生命意義、希望以及與神的關係。耶穌是我們的導師和救主。如果你的生活現在感覺像一場饑荒，請來認識耶穌。就像書念婦人聽從了以利沙的忠告一樣，耶穌對我們說：相信我，跟隨我。耶穌不僅僅是一位好的顧問，他是為我們的罪而死，並復活帶領我們走向永恆希望的救主。例如，你可能聽過一個失去工作、感到無助的朋友在教會團體中得到幫助並找到了新工作的故事，對嗎？這就是耶穌在我們生命中做工的方式。耶穌是那位將我們從絕望中拯救出來，並賜予我們全新開始的人。在你的生命危機中也有希望。耶穌知道你的故事，並渴望恢復你。今天，敞開你的心，邀請耶穌說：請進入我的生命。耶穌是能夠將你的危機轉變為全新開始的那一位。正如書念婦人憑着信心找回了她的財產，對耶穌的信心也將永遠改變你的生命。現在，邀請耶穌吧，他將成為你的希望。